继续来到台中的清水，有一个2岁小男童，甲阿嬷伫个房间在耍，因为阿嬷要泡牛奶，就暂时离开一个啊。想袂到一转来到房间，竟然看到小男童徛伫个箱仔顶，阿嬷棍已经互窗仔门部的锁啊算掉咧，已经昏迷了。加在急救了后，已经恢复意识。 对窗仔门看过，卡电随落来这条锁啊，险啊害2岁的查某囡仔无命。因为当时甲照顾的阿嬷只是去隔壁房间泡牛奶，就发生意外。他在泡牛奶了，然后小孩子在玩那个窗帘的绳子，好像是布的，有绳子的。昨下晡4点多，台中清水区2岁的查某囡仔伫房间里耍，结果窗仔里的锁啊甜伫伊阿嬷棍，害囡仔锁一个无开，阿嬷惊一个喊冲来甲救。很快就发现了哈。囡仔上病院时昏迷指数干那3。 急救了后，送到护病房，过2天已经在人。厝边讲，囡仔爸母拢爱上班，平常时拢是阿公阿嬷咧顾。阿公甲阿嬷顾，那个讲好总讲好跳啦。叫我车来载桥诶，爱就讲一到有病发。社会局调查，当时阿嬷伫房间陪囡仔耍，是为着要顾奶，才会去隔壁房间。上前啊离开无偌久，等下就发现囡仔徛伫箱仔顶悬，颔棍啊、护锁啊，甜一个已经昏迷。社会局就会派人到现场访视，查明事发的原因。当时阿嬷到底是离开偌久，囡仔伤势才会遮严重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